對你都係啦。順德區政府啊，順德區政府啊，順德區政府公交車司機維權啊，工資低啊，一個月做26日先得個3400-3500蚊，又扣又罰啊！啊，逐漸就嚟啊，司機就你100%停工啊！啊，又你一幫，又你一幫，你一幫又鼓掌一幫。15啲司機話15日打風啊，停15日喎，話喎。15日內打風停15日喎。順德啲公交車司機啊！啊，領導嚟喎！仲有啊，好多人啊！別講笑，超人權。